Hello，大家好啊！咁咧，依家就嚟講一講一個國內嘅 AI 工具啦，叫做智譜嘅。睇一睇先啊，嗱，呢個就係智譜清現嘅一個 Windows 軟件啦。咁呢個軟件其實同啲 Copilot 咧好相似嘅。咁佢有一個 chat 嘅工具啦，chat 嘅工具係可以問一個問題啦，幫你寫啲字啦，做翻譯啦，幫你做 research 啦。咁佢仲有啲 AI 搜索嘅工具啦，AI 繪圖啦，閱讀啦，仲有呢啲係一啲GLM 啦，即係好啲 DeepSeek 嗰啲深度去研究去講一個 topic 咁樣。咁咧，仲有咧，佢連呢啲AI 咧生成式嘅視頻咧都係有嘅。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幫你去整呢個 PowerPoint 嘅清現 PPT，同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數據分析做 data analysis 嘅。咁呢個智譜咧，其實好似咦點解成日都淨係講 ChatGPT 啊、OpenAI 啊、DeepSeek 啊、Gemini，但係冇人講呢個字譜咧。咁首先咧，因為佢支援嘅語言咧係真兩種嘅，咁佢可能喺國外咧亦都冇乜點樣賣廣告，所以其實都冇咩人咧去推介啊或者講一個咁嘅平台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好多嘅 module 咧都開放咗出嚟嘅。咁轉頭亦都會示範啦，咁佢好多唔同嘅一啲都免費俾普通嘅市民啊我哋用啦，佢亦都好多合作嘅伙伴嘅。咁當然每一間公司佢起碼 AI 嘅工具啊或者 support 咧就唔止一間公司嘅，咁所以呢個智譜可能只係其中一間咁樣。好啦，咁呢度就特別去再講呢間公司嘅背景嘅一啲嘢啦。咁有興趣咧就可以上翻呢個智譜嘅網址去睇啦。咁另外咧呢度都介紹埋咧智譜咧，其實仲有一個叫 BigMojo.cn 咁咧就係而家成日所講話28歲嗰個男仔百幾億咁樣去請去做呢個揾數據啊，做啲 data 出嚟啊，去喺一啲叫咩啊新嘅煉油啊，新嘅發掘咁樣。咁呢度有啲 Big Motion 其實就係將我哋好多唔同嘅數據結合埋一齊，然後去再 training 啊，去搞啦。咁你睇到呢個字譜咧，其實佢係超多唔同嘅 module。咁啊就係咧講 language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語言模型啊，譬如啦咁啊求其咁一個睇一睇啦。咁佢啲 module 入邊咧就會有份 spec 啦，俾你 study 啦，入邊係有啲咩啦，有啲資源中心啦，有個 API 調用嘅試口啦，即係接口俾你試啦咁樣。有啲好多唔同嘅一啲文件啦，係俾開發者去睇啊。咁其實佢個 pricing 咧都幾平，即係講開發嘅。咁你按翻唔同嘅推理模型啦，譬如好似做呢個咁樣嘅語言模型啦，講緊係5蚊100萬個 token，有啲咧係平到咧超級性價比啊，5毫子咧都有100萬個 token。咁可能就因應你唔同嘅產品需要啦，去用佢呢個 API 嘅時候連接咧，咁然後創通咗之後咧，就係呢啲 credit 咁去用。咁但係個 cost 真係好，咁啲基礎嘅嘢就講完啦。咁我哋就嚟實際玩下佢嘅 chat 啦。咁咧今日就睇下先有啲咩嘢可以試下咧。好，求其試下幫我搜索5條今日最新的科技新聞。佢好快讀咗60個網站，然後咧就 summarize 咗5條。OK，比亞迪、方程、
太七官豪發哦，即係出咗架新嘅車啦。華中科技大學刷新平頂脈衝磁場世界紀錄。但係今日其實就係國外咧，要呢個好試下先啦。美國打仗啦，睇下佢會反覆講啲咩先。佢都係用一個叫智能閱讀啦，幫佢揾一啲新聞。OK，有5條啦。美國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宣布，美國已經成功打擊咗伊朗嘅福爾多。咁呢條係 true 嘅，其實有嘅。咁佢又收埋壞咗冇 detail 講。話同埋啲國際性嘅新聞都喺晒度，咁係 OK 嘅。好，呢度佢有一啲接着去同一個 topic 去講落去嘅。咁啊，衝突會唔會有升級咧？哦，咁佢最主要都係喺網站去做分析，衝突升級嘅可能性，軍事行動嘅持續，伊朗嘅報復，美國嘅軍事介入，國際社會嘅反應，聯合國嘅警告啦，伊朗嘅對策。哇，咁佢其實都好快啊，都1秒鐘到就俾咗好多 reply 翻嚟。仲有再 further 升級咗之後會發生咩事？咁佢呢個係完全睇到佢個 layer 嘅思考到一個個 layer 咁樣落去啦。OK， 好，試下我哋嘅翻譯能力先。可否以繁體中文唔好繁體啦，英文可否提供英文版本啊？提供英文。當然可以，咁佢反應都算快。咁我就唔深究佢啲英文係咪好精準，因為一定要照落去睇，同埋好大機會嗰啲翻譯都係唔準嘅。我平時喺公司度用 AI 做啲英文都係要自己執一啦。好，咁搞完之後咧，我就試下，請以乜單形式輸出啊。對，咁啊呢個代碼生成咗俾緊我啦。OK，大概都要差唔多10秒呢個 marker。咁佢仲有2個版本，一個叫預覽版，一個叫代版，可以複製啦、下載啦。OK，咁我複製啦。咁我大概就玩完佢呢個 chat 啦。佢有互聯網推理、沉思。如果美國再發生911事件，會怎樣？之後會講啲咩啦？佢呢個咁樣嘅推理 pattern 咧，叫似 DeepSeek 啊，又係喺度講諗緊啲咩咁樣。好，如果發生911恐襲事件，將會影響
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係多題，咁佢哋都係有 reference 啦。有呢個就有少少似 666LM，佢又分咗段，就係政治安全考慮啦、經濟衝擊啦、社會文化啦、國際關係啦，咁都 OK 嘅。呢個編輯可以做 PDF，哦，原來呢度可以直接做白單嘅，複製文字、傳知識可以 forward 俾人。好，大概玩完啦，咁去試下呢個青年 PDF 先，就將我哋頭先 copy 咗嘅碼單放嚟。要求，頭先我哋講嘅正式點啦，正式點官方啦，官方啊，高尚咁樣啦，咁啊，然後試下生成大綱。即係其實講正式同埋官方就係希望佢啲用詞係大眾化啲啦，同埋官方口吻啲啦。Google launch AI-powered code assistant。咦？佢啱啱讀緊，咁依家可能喺度砌緊個 PPT。是否增加一輛車頭？呢個係 PowerPoint 嚟㗎，先好試下先。佢話加入個圖片。好，呢度佢話加入圖片咧，就用緊佢個 module 嚟張圖嘅車輛修飾圖已生成，請查看。都幾靚喎，張圖係一個內容嚟嘅，咁但係呢個標誌就睇得唔係好清楚。添加需唔需要細節部分？咁啊唔搞咁多。咁但係點解佢就係問我一張圖咧？試下直接生成個 PowerPoint 睇下咩情況先。By latest technology news。OK，原來生成模板最終都係你自己揀嘅。先 technology，咁啊隨便揀一個咯。呢個應該 AI，冇呢個。好，試下生成先。佢都差唔多咯，成分鐘。由佢頭先砌大綱到張相，再套用落個模板度。咁最緊要個 outcome 出嚟咧，係我想要嘅結果就係唔需要收費啦，因為有啲 AI PDF 唔係 PowerPoint 啦，gen 出嚟最尾咧係要收費。呢啲就好考你張顯卡快唔快，但係我呢部機就係冇顯卡嘅，我用翻 Intel 張 ARC 啦，就唔係一張顯卡，獨立顯卡，佢係核顯嚟嘅啫。咁好似咧就搞掂啦，就 upload 緊去個卡嗰度。呢份 PowerPoint 都好似成分鐘。OK，整完到喎，將咗18頁出嚟，咁可以編輯，撳一撳掣試下先。
即係可以俾你自己喺度直接 edit。咁保存佢嗰個卡有啲慢，都撈一輪。好啦，最終咧，今日免費下載成員次數1次，升級會員可以解鎖無限次。咁即係言下之意咧，佢都係要俾錢㗎。咁但係好好彩咧，就係、是、佢可以每日俾你做1次免費嘅跑步，咁係計你個 download 嘅次數。OK，咁啊呢個 PowerPoint 我哋播下啦，從頭佢個質量個艇啤係麻麻嘅，但呢位都對得幾齊。Marketing position BYD strategy， 咁啊第二個 topic， 咁亦都係分咗3個 group。咁其實佢都分得幾清楚啦，就係、是、每一個點都係講兩頁 slide， 頁 slide 講3樣嘢，講中咁樣嘅就結束。好啦，咁我哋睇下。好，我哋繼續玩下其他先。AI 搜索話，伊朗傾向以發射高超音速導彈，呢啲咁嘅 AI 搜索，其實佢都係搜索網頁，咁有咩特分別咧？就唔知佢又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術語，同埋佢有翻個結構啦，就背景啦、特點啦、經過啦，一啲嘅社會嘅 factor 啦、潛在嘅嘢啦，有一個總結，咁亦都係有個引導性咁樣再講落去。AI 繪圖呢啲有啲人試下創作，去創作同時呢度先打晒呢啲字，咒語、紅光、風格、學歷吉、麥吉、學歷。好，撳個掣先。佢一次啊將4張圖，第一張張完，亦都幾靚，但係第二張圖都冇一張似係急學歷嘅感覺，增加一些朦朧感。其實都幾快，將4張圖大概都係20秒，平均都係5秒鐘一張圖。咁佢好似係冇限制，用戶係可以一日將幾多張圖。哇！呢個崩壞咗啊！呢個好靚仔喎，呢個崩壞咗個嘴，點解會壞開個嘴？咁但係個效果都 OK，幾靚。打開呢個靚仔頭先，下載咧就下面10次。普通下載就 OK，咁然後有一個就會有一個 AI 咁嘅 logo，咁下載唔收錢，普通下載試下先，咁好似就已經下載咗。睇下啲細節都 OK，係多咗個 logo 咯，咁但係都唔係好影響，玩下啫。
開通會員就可以免費去水印。OK，咁呢個 channel 都唔易啊，但係唔知佢識唔識將一啲動態嘅圖咧？呢啲係冇動態圖頭像玩啦。好啦，AI 閱讀呢個就係類似 Notebook LM 咁樣嘅嘢。呢啲係最近閱讀新程式嘅發展。好，示範呢啲又幫助我哋，如果睇一啲論文啊，或者一啲假如好似譬如我做銀行咁樣，HKMA 發布咗個穩定幣 policy，我又唔想睇咧，成份 policy 掉落嚟咧，等佢 gen 嗰個大講出嚟都係講。咁呢度都起碼成40幾50幾萬字，佢就好快咁 gen 咗個 high level 嘅 summary 出嚟。咁你之後就可以繼續 while 呢份 document 咧，就問佢問題。咁佢仲有得翻譯全文、中文翻譯成英文，英文得2個語言可以翻譯嘅啫。OK，咁呢個其實都係普通一啲 Q&A 咁嘅形式，冇乜特別。咁呢個叫沉思。OK，試下先。寫一篇 AI 為主題的文章。寫一個3隻小豬的故事啦，睇下會唔會有重新先。創新、床前故事、童話故事、經典故事。3隻小豬係個英國民間傳說經典故事。哇！佢引用咗好多，仲喺度分析緊。哇！佢用好多唔同嘅關鍵詞去推論一個故事出嚟。個創業版嘅3隻小豬創，佢已經講咗個3隻小豬嘅故事，佢創作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出嚟。故事標題最終寫出嚟嘅叫3隻小豬的創業之路。好，仲寫啊？佢唔停呢個故事，佢就將啲人嘅性格分析單版。好，呢度係咪開始寫故事啦？寫成分鐘嘅故事，寫幾個章節。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長處和短處，關鍵在於如何發揮自己嘅優勢，同時虛心接受他人嘅幫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遠，走得更遠。但係佢係未寫完，佢要禁止佢，唔好俾佢再寫。好，在最後一個功能，清影 AI 新視圖。通過長處描述創造你嘅影片。創造影片。咁我哋去 Google 揾張相先啦。譬如揾 Donald Trump。
呢張相咯，呢張，好呢張啦，就用呢張啦。開始部機有啲頂唔順，零存兩個人牽着手跳舞啊！牽着手跳舞，參數5秒嘅啫得。去水印有 AI 特效，基礎呢啲全部嘢俾錢。牽着手跳舞，該圖片不支持生成。咁靚靚仔咯。靚仔做咩啊？回頭一望，俾帥哥回頭一望，試下得唔得先？佢竟然又要排隊喎，仲要排3分鐘。咁我唔等啦，等個結果嘅時候我就擺翻喺片尾啦。咁我跳過嚟，再飛翻翻去。坐就嚟先 ，OK，仲係排緊隊嘅，咁我已經背景出嚟啦。仲有呢個數據分析，北京未來7日天氣，呢個日本地震的可能啦，可能性。日本7月5日大地震可能性。其實你應該發現我嘅打法係中文，但係佢都可以直接認咗係簡體中文，係啦，佢就照樣俾翻尾牌。其實我覺得佢個數據分析嘅 model 只係可能頭先我哋睇過 big model 度，佢自己每個唔同嘅工具用嘅 model 嚟派翻個答案出嚟。總括來說，總的來說，儘管有177原本的原因，但目前科學官方心聲表明，沒有跡象表明這一天會發生大地震，請群眾保持冷靜理性應對呢啲訊息。OK，咁其實呢個工具都幾好啊，又有新學，又有字，又得可以好似 Notebook LM 咁樣結果。咁就係參在佢係冇語音功能。好，咁今日嘅視頻就都係咁啦。咁另外會將呢個嘅工具連結咧，就擺翻喺嗰個描述嗰度嘅。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 download 呢個智譜清言嚟玩玩啦。咁啊，亦都可以留言討論啦。拜拜。